我们回顾一下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啊，因为其实您经历了非常多的转变。那刚才也是提到，那您一开始是在荧幕前，后来呢您又去读书，然后又去做了工程师，最后又走入了社区。所以在这么多的转变，您当时每一次轉變的時候，您是怎麼下定決心要去做這些巨大的？我相信都係市民俾我嘅力量啦。呢個來自係即係一個動力，都係來自市民，先可以令到我可以做到咁長時間嘅地區工作，或者朝住呢個即係立法會嘅工作嘅目標去做。我第一次嘅轉身啦，都係即係無論由熒幕轉去讀書啦。咁當年由電視台生活雖然係多姿多彩，咁但係咧我都係比較一個rational 咧，即係比較現實啲啦嘅睇法。即係我覺得目前嘅演藝生涯咧，其實都係比較被動嘅。咁所以我就覺得化被動為主動，所以好想係自我增值啦。咁呢個都係我嘅方向。咁而第二次嘅轉身咧，我就係由工程界去轉去即係服務基層嘅民生嘅工作。咁因為我過去嘅工作嘅關係喺西貢咧，我就開始慢慢接觸咗一啲地區事務，咁亦都被獲邀去做一啲地區嘅工作。咁好似例如我參與到一啲屋苑嘅管理啦、大廈嘅維修啦，甚至當時咧無論西貢或者將軍澳咧一啲新市鎮嘅規劃。咁所以都有令到我影響到我從政嘅原因嘅。咁所以不過我自己咁睇，工程規劃無論幾完美都好咧，或者都要落地，佢要接地氣。咁所以當時我好感謝咧有啲前輩咧帶領，咁所以令到我更加好開心、好樂意咁樣去服務地區工作咯。那憑借着您的專業和能力，實際上很多人都說啊，您是有很多其他的更舒坦、更穩妥的道路是可以選的，但是您卻選了最難走的那條路，花了17年的時間，而且中間經歷了5次的失敗。那其中在2016年的時候，也是您最可能靠近能進入立法會，當時是差了1000票。所以我覺得這個經歷放到任何人的身上啊，就是一件事情要做17年，而且中間不斷的會經歷到這個困難和挫折和失敗，然後對您的我相信對身心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。所以現在回頭看，您會有後悔的時候嗎？都冇得後悔嘅，咁但係勇往直前啦。我會形容我當然係一個即係正常嘅血肉之軀，即係都會有開心啊，有喜樂啊，亦都會有失落嘅時候嘅。咁但係我係一個咧即係我會唔記得啲唔開心嘅，好快唔記得嘅，我就會向前睇，即係向住我自己目標去睇咯。咁當年當然如果失敗咁多次，其實都係有一種都有諗過氣餒嘅。咁但係因為慶幸就係因為有市民嘅支持啊，即係好多時候當我謝票嘅時候，我落到社區咧，佢哋嗰種擁抱啊，嗰種關懷啊，嗰種鼓勵咧，其實即係冇第二樣嘢可以代替。係啦，呢個就係我自己過去即係一直可以係我形容自己係好傻氣啊，咁去向住自己呢個使命而進發咯。不論面對幾困難都好，幾失落都好，咁就算幾高票都係落選啊嘛。咁其實好多人就會諗下會唔會行一條更加舒坦嘅道路，去返一個舒適圈裏邊生活嘅。咁但係我就都係完全冇去考量呢樣嘢，就係朝住，因為就係我對於市民對我種寄望咧有一種承擔咯嚇。咁亦都非常之感恩，就係啲市民不斷咁樣去增加佢投票俾我嘅機會，即係由可能一直都係增加嘅，一直都係增加。咁呢樣嘢先係對我嚟講最大嘅鼓舞。如果唔係，即係
就冇呢種能量。所以我成日都話好感謝，即係我每一次能夠可以站起來咧，都係因為市民。哇，明白。我記得在之前在參選之前，我記得跟你有過一次交流啊，就是因為當時也不知道會是什麼樣的結果，那我們就會想說，哇，有可能會是落選，對，也會出現這個結果。然後我記得當時你有跟我分享過，說您之前每次參選，對，都是一個巨大的一個，不管是生理的累或者是心理的累。所以我其實當時聽完之後，我是很敬佩您啊。所以能不能分享一下，就是在此之前，您有沒有這種在處於那樣的很低谷的狀態裡，您是怎麼熬過來的？就怎麼讓自己走出來，然後繼續再來一次？係，都係都係要向前睇嘅啫。我只可以咁講，因為我自己累積嘅成績咧，都係每一個市民都係方國珊就係揼石仔，即係從最基礎嘅工作。咁其實唔應該係臨選舉先有決定嘅。我自己對市民對我嘅即係感覺咧係好直接嘅，因為平日嘅累積知道佢對我嘅信任，咁或者對我嘅團隊嘅信任，咁先會肯去投票。呢樣嘢其實係唔會突然其來嘅，亦都唔會天降落嚟嘅。咁所以我自己係觀察到市民對我嗰種信任，同埋大家一齊去贏一次呢種信心係一直都有嚇。因為就係咁樣累積行咗過嚟呢18年，咁所以我諗即係我自己都有信心嘅。咁當然啦，如果真係失敗咗，咁都要認命㗎啦，係啦。大家都很親切地叫您哪吒。我覺得這個一方面是因為您之前演的這個熒幕的角色啊，另一方面我覺得更大的原因是因為跟您的性格相關，就是敢拼敢闖。那哪吒身上最打動人的，也是他身上非常強的這種不服輸，然後不退讓的這種精神。回顧您之前啊，實際上您一直在做一些選擇，而且做了一些其他人可能不一定會做的選擇。比如說面對一些議題，您會選擇去抗爭，然後去承擔壓力。但是這些選擇在個人層面都是有代價的。事實上係真係有代價嘅。咁我即係如果冇當年我咁闖禍嘅哪吒咧，就唔會有今日我坐喺立法會嘅方國珊咯。我覺得秉持為民發聲啦，或者唔怕得罪人嘅，即係或者既得嘅利益者咧，呢樣就係即係我過去嘅性格咯。即係我都係即係唔怕麻煩啦。如果遇到權貴或者遇到啲大黨嘅利益咧，咁或者遇到啲官僚體制嘅，咁我就退縮，咁就又妥協，咁我覺得就幫唔到市民手咯。我會形容喺市民或者其他人眼中睇見闖禍，其實喺街坊嚟講，喺市民嚟講咧，其實係一種好踏實嘅承諾嚟嘅嚇。咁我自己喺呢18年裏邊咧，我每一次挫折，每一次付出嘅代價咧，我都冇將佢即係冇俾人打低咯。我會形容，反而讓我覺得少時嘅莽撞咧，換成係有專業啦、夠踏實啦、接地氣嘅成熟智慧咯。這次當選啊，我覺得其實有人是提到說這是一個奇蹟來的，但是我記得您當選後的感言是奇蹟只是累積的成績。因為我自己是住在將軍澳的，那我是真真切切的是看到您是年復一年、日復一日的在街坊裡面奔走，然後有包括幫街坊去送這個愛心飯盒，然後有幫這些困難戶去解決生活的難題。那您覺得最後這個街坊，因為最後您獲得這個58828票，那真的是街坊用腳一步一步大家投出來的，所以您覺得街坊真正認可您的是什麼？
我都係講呢句啦，即係冇累積就冇成績嘅，其實就冇奇蹟。咁我認為即係我係應該係我個人係全天候咁樣嘅方國珊啦。無論係晴天、颱風定係假日、週末啦，咁都即係都堅持係自己嘅心態去做嘢咯。咁特別一樣嘢就係我幾討厭咧，就係只係選舉先做嘢嘅，即係我唔會係選擇選舉先會出嚟，冇人投票就唔出嚟做嘢嘅人。呢個亦都係我過去18年嘅工作態度。咁無論不論方國珊即係喺邊個舞台，無論係區議會、立法會走到幾大都好咧，我都係即係無論走得幾遠，我嘅兩隻腳雙腿咧都要踩實喺將軍澳啊，以至到沙田馬鞍山一帶，即係包括西貢啊咁樣嘅社區嘅泥土裏邊。咁呢個係我自己對市民嘅承諾。